牛我妹煮鸡铺，爱讲嘛记嘞，乡下包水饺，夜下爱开始包水饺。阿妹先捞高丽菜切水，加啲盐，热热呐，拌高丽菜出水。阿日子捞阿妹乡下腌菜水，阿生意来切面皮。我天数倒水，结果我无生意，倒太多。阿生意出下讲讲，阿妹哎，你倒太多嘞，也爱天天的日式的倒。我排泄讲，啊哦，安样个啥？阿生意讲，也下。爱加啲面粉就做得嘞。阿日子腌好菜水，就过来天数切面皮，切好嘅面皮爱拌佢上一下诶，撒下来腌好菜水嘅高丽菜，爱捞猪脚肉搅啊，再个加落葱诶，姜麻盐。米醋、香油搅匀，阿妹用手吃米丝了后讲：阿嬸來吃鹹淡。阿嬸兒比數子公講：按都好。阿嬸兒撈上好嘅麵團，研做細細一粒嘅。阿妹拿酒罐呢，撈細粒麵團。沾到圆圆泡泡，我老阿日子就开始包水饺，一下就包到一大盘。我老阿妹讲，做得10水饺嘛。阿妹就带上向阿爸讲，好煮水来10水饺嘞。阿妹老包好嘅水饺。倒去做下，过等一下诶，一盘盘水饺就煠好倒出来咧。阿爸见识见讲，真正是三人同一心，望乃变成金。我讲，应当是三人乡下饺，面粉变水饺。阿日子少讲，食材好，什么嘢？等我讲下，爱记得打开小铃铛诶，订阅、按赞、分享哦。